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晡日福气类类嘅节目。今晡日图你所有嘅乡亲朋友嚟落去看表演咧。一般你来讲看表演，大家想到係乜嘅？彈歌曲、看戲、舞台劇、看天然。今晡日看嘅東西非常嘅有意思，因為佢地圖嘅表演動到容、動到捏，動難講，所以到底係乜嘅表演啊？家家咧繞場啲今日裏邊，讓大家咧了解一下。一開始咧繞場時，就係計劃嘅主持人芬蓉分享。大家好，我係陳芬蓉，今晡日當半期來到福氣類咧。耶，分享。分鐘係天一擺裏度福氣裏嚟從冇，天一擺，天一擺，去年又來，拍攝，天你嘅繞場嘅係，你在發動地圖當從那個主角，講到佢大家都當上嚟嗬，因為你佢當佢重歌係金曲歌後，係你兩日大旅隊嘅主持人，係馬上呢分享吉娜。大家好，我係做台這個金屬師嘅吉娜，安江嘅吉娜。係馬莎講嘢，安永儀，係馬莎講嘢，同埋好朋友啊！哦，坐低，天天嘅繞場係，嗱我依個主角係馬莎咧，大家可能係第一擺看到佢係呢個貝哥。大家好，我係變種朋友貝哥 Ring Ring， 我要講麼？大家在問講，我要講麼？就是你在旁邊也是，你都順條眉嘿。我看到做嘅動作啊！真嘅係，大家看到安樣嘅組合，每次都超有意思。因為一般來講，我們邀請繞場吉娜呢度節目地圖，一聽就佢出新專輯，叫好好地講歌曲，係冇叫佢講舞台劇。不過基本佢乜嘢都唔係，錯到嚟兩個人動案嘅事情都今天你在這裡，基本呢度兩位到底係乜嘢角色嚟嗬？所以基本上大家可以少解解吧，好好地講一下，我們這個到底是什麼？讓鄉親朋友都少解嘛解。其實呢，要給吧動態，它就是一個很大的計劃，它有包含2個部分。其實會有這個計劃呢，是因為去年我哋要做個水利，沒有來咧，不起來咧宣傳，所以水利是講愛不卡的故事嘛。然後就做完以後，很多鄉親都很有共鳴。可是其實有一點點跟場館，因為場館的使用者那是一個舞台劇，對，好，舞台劇，可以在舞台劇。對，然後可是跟場館的使用者那些長輩，現在是樂齡的那一些阿爸阿妹，可能比較沒有共鳴，所以我們其實就在想說，那今年我們要怎麼樣可以跟他們產生一些對話的可能性？所以就先想到，那我們想要做的東西就是世代交流，就是有上音跟長輩看有沒有機會來溝通對話，所以我們就規劃了這個叫複合式擴音。為什麼叫複合式擴音？是因為它會包含不同的世代，然後擴音也就是我們會透過各種活動來讓他們的聲音被放大、被聽見。對，所以我們就有一個工作坊，是會邀請長輩來分享故事，然後由年輕的演員來扮演。然後在另一個地方呢，因為我們還是做舞台劇，也是做表演的劇團，所以我們還是想說，那不要放棄我們的老本行，所以想說，那我們還是來做看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好了。然後那個時候本來就第一個時間就已經有想到吉娜姐，因為去年我們跟水梨跟她合作的時候，太好用了，太會演了。So you make a good use of Gina， 就是讓佢用到大意思淋漓盡致。去年去年佢落來應該都嚇到呢，想說他不是只會唱歌而已，他竟然演戲完全超級有那個舞台魅力的。然後也是因為之前有跟他合作過演出，然後自己就覺得說，他在舞台上，我們不能放過他，因為要讓他繼續的站在舞台上。他才女耶，才女耶，因為主持、唱歌、做戲，又能夠創作，他有暗喉，有上到獎，有上到獎，又這麼漂亮，你還有什麼不會？你看又乜嘢唔會？你還沒愛嗎？然後他又會煮菜，又都會煮菜，你知嗎？他真的太棒。好，回到這邊哦，拍攝，我講一下離題。所以這就是一個安樣嘅法堂，談起來聽起來感覺就是我做啲談到，譬如講台歌台這嘅故事，所以讓台歌台這嘅故事，然後運用你們這邊的整個，把它變成一個劇本，或是複合式的表演，讓台家嘅故事走得到舞台上。本大家都看到，咁但係安樣解到台歌台這也可以
某种冲突的参与，某种程度的参与，对不对？该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工作坊就是安排两种的事情。第二部分就是我们做了一个 showcase 演出的计划，表染，表染，就是因为我们都还是想要做世代交流嘛，所以吉娜姐呢本身就是我们比较年轻世代代表，对年轻世代的。笑什么？什么啊？很紧张，很紧张，动听众，就是所以呢，那时候就在想说，那另一个要跟他对话的人要找谁？然后刚好因为我在 YouTube 上看到的影片，就是看到了我们的变装皇后 Bagel 出任务，然后刚好那个时候的任务呢，就是他要回他的苗栗的家乡表演给他们家的乡亲看，然后乡亲苗栗乡亲，应该讲地给他讲音。就想说客家的缘分一定要抓着。到底要隐藏多久？因为孔弟有这个客家之光，我一直都没有隐藏啦，只是说真的比较没有机会可以表演给乡亲看，因为我们在做变装皇后，我现在在一个叫湾岛皇后的一个平台上面是其中的一员。那我们在做变装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在做推广性的一个。怎么讲努力？那因为推广的话，因为我们在北部或者是比较都市化的地区，其实我觉得像性别议题啊，或者是这些比较稍微跟同温层有关系。那因为我们在做的一件事情是推广嘛，那推广就是必须要破圈，所以我那时候就刚好自己跟家人的一些故事，然后就是有放在网络上，然后就有被看见之后，然后我跟我们的团队就来思考说我们可以怎么样破圈，所以就做了这个下乡到自己的第一站就来到我家，然后我去表演给大兰的乡亲，就是乡亲看这样子。对啊，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破窗给好狗，因为第一个分钟是宽度嘞，所以这就是你邀请他的原因，觉得是一种染粉，从第一个龙沙水动强改哈嘎音的创作者是许龙邀请他们一起来，邀请他们一起来，会不会有什么样的火花？对，所以其实这次计划，吉娜真的太可爱，可能刘凯动强给他干错，不错啊，就是动强啊，我们稍微笑了一下，说怎么样？有怎么样不行吗？是不是？对，是，气场强大，这太动胸台，给修。所以首日虽然我本身是做文本的，但在这个计划里面我。其实，因为我们要一直教计划书嘛，我们都一直说，我们先不要写，因为我们希望可以真的从他们的故事去发展。所以其实这个暗讲这个题目呢，它也是到很后面才定出来的。前面几次发展，他们真的就是在聊天，在聊说，那我们最近有什么样的想法，然后关于自己的人生有什么样的想法，然后他们就发展出了这个题目啊。所以是讲，你绕墙你所有嘅乡亲朋友，好在看，用个染出地图，做咧谈到动到台沟台这个故事，还做咧谈到吉娜本身嘅故事，来做咧谈到北狗你嘅故事。哎呦，真恐。哇，好令人期待哈！我们讲到底下台家是会祈祷讲，哇，他们现在真的很动跨界哈，都是你下有没有发现，说以前就是音乐就是音乐，演员就是演员，不过现在就是台家只会希望走在跨界，所以对吉娜来讲，其实我比较想要知道就是Bagel走埋会有兴趣走变装皇后啦。我说应该是孙山木一下，就是你为什么也想孙山木一下，就是你怎么会开始做音乐？因为不是，因为他是金曲歌后，他怎么会做音乐？人家古时你讲个动豆白嘞，讲动豆白咧，周颖鸥就是影片，张可是就影片钱啊，比如说存钱啊，系啊。当然，咱可以在支持的角度来讲，因为演乐团嘛，我说 V 都会支持干呢，就按用一路行来啊。我觉得也是无心插柳柳成枝，无心插柳柳成荫，差不多2种概念。周颖鸥一直都俩哈，经常创作咩因为就会这种事，我开始比赛的时节，参加客家比赛啊，张上都你喺客家人嘛，自家来试看哪来写客家歌的，因为用开始一路都俩哈，没感谢同道嘅支持，真嘅，尤其客家天使团啊，听错爱拜托一下哦。不过其实会行通嘅 CD 啦，我蛮好讲，其实故事吼，这个不是3言2语可以讲的。那来
bagel，Oh my，Oh my，bagel，跟吉娜的出发点不太一样，我比较不是为了钱。哦，对，因为不是因为如果这你又听得懂，我都听得懂啊。他赶快前后哈。如果需要做为了钱的话，到现在也不会做变装皇后。因为变装皇后她基本上就是一个人需要包办所有的事情，比如说你的头发、你的妆容、你的衣服、你的表演，全部要一手包办。那在做变装皇后的初期，为什么想要做？为什么想要做变装皇后？是因为那时候你知道我们的国宝就是妮菲亚，对，那她在美国实境节目得了名之后，变装皇后这4个字在台湾就是开始有了关注度。那其实我大概是2017、18开始接触到变装皇后，那时候只是去派对玩，然后进去的时候看到妮菲亚，她是第1届开始在做台湾的变装皇后，然后我那时候在台上看到，我觉得这是什么？好像是伪娘，但是感觉又不像是伪娘，也不像是男扮女装的，就是觉得说她这个角色很特别，所以那时候就上前跟她搭话，然后当时候的她呢，其实是参加了一个对嘴比赛，对，然后对嘴比赛她就得了冠军之后。他就要办第2届之后呢，我就是被他拉去，因为我在路上跟他攀谈，然后就说那你要不要来参加？所以我就说可是我不会化妆啊，什么都不会，那要怎么办？他说我帮你，所以他就变成了我的变装妈妈。然后从那之后我就跟变装结下了缘分。然后在那之后呢，其实我原本是有一份正职的工作，那我的正职的工作其实让我觉得说我的人生很无聊，所以我就想说做一点点，就是我觉得我本身的个性是真的拍了，我拍到了，对我自己本身的个性是属于就是喜欢冒险，然后是喜欢创作，因为我以前也是念服装设计的，然后我就觉得我真的没有办法在同一个地方朝九晚五的做一件同样的事情，所以就决定开始就是踏入这个圈子，很棒。对，讲到这边，大家是不是很下好奇，到底有乜个精彩嘅故事？大家先聊下，你下菜，你等下再来讲。东方艺术的绕墙到分享老吉娜，还有贝哥共下来分享一下啊。新嘅17、18、19嘅你在用嘅 showcase 嘅表演，例如都有意思哦。昨天看到吉娜到地都重构一定说有嘛，从嘛好还有佢哋表演嘅故事啊。更重要的事情，还有从来事情係昨天看到貝哥嘅表演，從麼？所以就冇講到哇，佢係乜嘅用嘅機會，既然自下佢會做一個變裝嘅，你講變裝皇后，繼續來分享一下，就是說事實上，你可以算是妮菲亞的第一個變裝女兒，第一個變裝嘅模樣。對，從跟她結緣之後啊，其實這之中其實過了蠻久的時間，其實一直處於在一個很掙扎的狀態，就是要不要踏入這個圈子？對，那其實這個跟家人就是有一點蠻大的關係，因為我覺得家人其實的鼓勵會讓你做一件事情比較容易義無反顧，可是當家人不支持的時候，做這件事情其實就會需要想一下，然後它其實是有一個難度。那這次呢，接到這個邀請，然後會想去做的話，是主要是要做我跟家人和解的一個故事。那這個故事的話，其實它是發生在去年。那其實我在做變裝的初期啊，其實跟家人其實算是有一點隔閡。那剛好就是我媽媽其實她是有乳癌的，所以她在乳癌的過程中，其實身心靈其實已經算是蠻壓抑的。那又聽到他的小孩跑，就是感覺不務正業，跑去做一件就是感覺不賺錢，然後可能還會被嘲笑，可能還會被其他的眼光就是看待的一個工作，所以他那時候其實爸爸媽媽或是家人，他們其實對這個部分是很擔心的，對。但是到了去年，我們因為變裝皇后身份，然後因為妮菲亞在國際上得了名，然後我們也被邀請到就是巴黎
巴黎文化奥运，然后跟总统府去表演。那时候爸爸妈妈看到电视上，然后又看到我，才会觉得说，哦，他其实是很认真的在做他的事业，他不是一个他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好像不务正业的一个小孩。那他们看见这件事情之后啊，那有一天其实我就蛮想念我的家人，可是因为之前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交流，就是我就是一直在做我自己的事。那他们其实也是通过我的姐姐或者是我的妹妹得到我日常的一些状况。那有一天我就主动打电话回家，这样，然后就跟我妈聊天，然后我妈其实就有透露着一些，就是她有看到这些事情这样。然后我可以分享一个故事，是我觉得这一次很想分享我自己的内心的故事，其中的一个小故事是我妈妈的这个义乳这样子。然后我妈其实是一个非常好强的人，她其实不太在我们面前展示她的脆弱。可是她那一天，她发现我主动打电话回家，那她觉得她想要跟我有进一步的，就是交流，她想要跟我有和解，我感觉得出来。那我就觉得我也该放下我之前的一些成见，好好的听她说话。然后妈妈那时候就跟我说，她想要问我一件事情，我只要听到这个就会觉得好紧张哦，是什么事情这样子？因为一般就是可能开始要讲一些很严重的话什么的，他就说，我问你一个问题哦，就是因为他一边乳房已经拿掉了，所以他会想问我说，你变装的那些造型都是你自己做的吗？那你是怎么把自己的身形塑造得很像女生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也跟我妈讲说，哇，你是问对人了，因为我们男生就是男生嘛，也是要你知道万丈高楼平地起这样子，所以他必须要通过很多手法跟技巧来加强。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妈开视讯，然后我们就互相我就在视讯里面教我妈妈瞧胸罩这件事情，然后跟她讲说，这个要怎么放，然后要怎么点这样子，对。然后之后我们其实还有聊了一些这很好笑的事情，但那时候的我就觉得说，好神奇，因为我跟妈妈的那个连结啊，其实不是在我们讨论说我们钱赚多少，或者是什么衣服好漂亮什么。然后我们到最后的连结，居然是因为变装这件事情，然后让我觉得说，哇，很不可思议这样子，对吧？这是个小故事。我觉得就是爱奇都这个贝狗的故事，其实如果我们要好好聊的话，今天这一集一定是不够的，因为看起来发他一集。我觉得是可以，是真的可以再发贝狗一集来好好分享这个故事，因为这可以延伸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真的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故事。你看他跟妈妈最后和解，是因为我们怎么样讨论。怎么瞧一下我们这个部分会稍微好一点，对不对？而且刚刚吉娜也谈到非常感严谨，对不对？你是不是也因为聊在饭同你对变装往后有好多改了解？因为你是女生嘛，对不对？你应该本来就蛮会瞧的嘛，对不对？哈，我也没办法瞧啊，他就这么大。对，是不是他们这个变装过程其实？你大家想的按简单，你按简单。其实嘿呢，那因为俩不巧的关系，因为这可以剧透嘛？那你在卡底部度做地位就会讲，本太家了解到用版是为变装风后，因为20歌场，可能会本太家地道，没因为加油按用嘅一只歌场啊，这样地道原来要成为一个变装皇后，谁来要变做谁？你谁摸也就轻麻烦的公司才发。然后你要怎么样集中脱高之类的，有一些女生们可能就是为了要漂亮，你可能要忍受不是那么舒服的穿着打扮，要讲高张海给的东西，比如你爱线条讲啊，变装风后来讲的话，他们是更加的需要去让自己的，就是说他是男生要让这些女性特征出来的话，他们其实要做更多的不舒服的装扮，比如讲个腰要勒很紧，要穿马甲，也还讲要为了让腰显细，他们可能要做出那个线条感，他们要做很多的那个就是垫子这些东西要放在身上，也还讲给掉给卖嘞，他们要穿裤袜，因为男生有时候他们身体特征可能那个腿毛比较长，也可能会走3层。还有狗掌海，还有给他跳男模，他们很多的植栽可能就是为了带
他们的假发，然后就是对于头发这种闷湿的状况下，他就可能会秃头之类的。一场表演下来，一冲表演好了，会不会让你整个哇，好像整个好像那些装扮拿掉之后才会觉得哦，有你知道，还有跟就是大家科普，就是很多人看到变装皇后觉得说他们脸很臭。但其实他们只是很饿，他们只是很饿，然后就很不舒服。对，很多人说那个是气势，可是他其实是正在那个状态当中，他要极度不舒服的状态，极度不舒服的状态就是很饿。那是不是很想要聚餐，都想吸胖的时间，就是等一定表演结束之后就可以调抬杠关系？黑妹完全是，就是当你这些束缚的时候，你就是重新活过来的感觉，未必被打开，因为他们马甲超紧。是，因为谈到俩其实有动作，其实我真的很想延伸很多，但是因为今天哈，今日咧都俩片好好绕墙台高咧看表演，大家咧讲下，你今日俩在发头，所以你看今日喵人都暗讲。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这件事情，是不是其实俩在喵的曲，其实也是有很多隐喻在里面？什么？其实是因为一开始看起来比较漂亮，对，朦胧美，没有，其实是因为他们在聊的时候，就有一个比较很明确聊到的是，他们好像是最近长起头给到又讲，就是他们最近才真的觉得自己好像漂亮了。等一下，你这个讲是他们吗？还是你讲的是概念？他们两人，你们最近才觉得自己漂亮，李亚哥才觉吉娜哪有？你一直都觉得自己很漂亮啊，没有吗？唔可吃啦，最近经验慢哟。有专业的化妆，有专业的妆法之后是更漂亮。其实我觉得是自信。你认同自己。我觉得自我认同。对，因为黑毛你台刚刚讲台爸爸讲，哎，你们怎么一直在讨论漂亮这件事情？其实漂亮。我觉得不要用世俗的社会框架去做一个绝对标准的绑架，但是很难，因为这是一个世俗的定义。你讲你继续讲的时间，俺起到起家动讲嘿，其实很多都起家对起家个认同到此性。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刚刚是一个小小的玩笑，一直大家都觉得自己变美了。我想不论黑贝狗然后吉娜，因为这几年就是暗讲嘛，对不对？是不是也算是一种自我认同，自己觉得自己很有自信，都有自信。黑啊，对，其实黑啊。那只是刚吉娜比较可爱，是想说，哎呀，我这几年有人帮我做造型，有人做装扮，其实我觉得是复合式的变化。因为英国黑公公有你同做抽型啊，也还妆法，这是专业人士让你在外在变漂亮。不过讲到伊理解讲给自我认同俩方面给发，英国黑穷癌可是做表演吧。两件事，因为穷生癌可能就第都讲，我不是普世价值里面认为的漂亮，我当然知道癌穷生就第，不过对我来讲，讲呀唔讲两件事情。不是太重要，因为我就是上都爱用，所以我就是接受自己。不过都重复同一时间，你接受自己，能不能接受这个事情变成一个考验？因为黑轻食材的一件事情，每次度过做表演的时间，冇班上人地舞台下背，就会本来上到讲，黑讲我要继续两件事情的话，我就可能必须要放下一些。我自己的想法，例如说没人讲也还讲，可能因为没人讲也还讲演技，就是不是普世价值中的美女，然后可能这些东西放下之后，我再继续开始进行我这个表演。所以当我决定放下那一刻，这些事情对我来说，它就不算什么。英国黑穷给两时可是我开始有了自我认同这件事情。好棒哦！我觉得这是动宠的一件事情，我起都不论系吉娜，然后我有台家都强容哈，包括我自己也一样。还有嘛个故事哈，哇，只是讲唔提，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常常来讲。东方艺术在绕墙头，今日个来宾了，头家来小解动家水本台家来看到个表演哈。上一段节目我们讲到暗讲嘛，我们再给弘扬粉友一些时间，简单的再帮我们分享一下暗讲是什么叫暗讲，然后很快就要跟大家见面的这个活动，我们先把演出资讯让出给自行找个讲一摆。对，其实这个演出就是像刚刚讲到的，在讨论的是他们最近才觉得自己漂亮，然后我自己觉得这个跟我从小生长的过程中，其实对美是很单一的。
然后其实要长大以后，我才慢慢的接触到变装，然后开始接触到其实美有各种不同样子。然后其实主要你要怎么样漂亮，就是你要自己觉得自己漂亮。然后我觉得这个演出很大一部分是要鼓励观众看到的时候，他们会知道美不会只有一个定义，你可以从心里面认同自己，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像去年的电影《剧烈》，戴咪摩尔演的一样，就是到底大家对美的定义是什么？奇怪，不能50岁是不是？你看我不开心。里面他讲的是不是？你太过50岁 ，you nothing， 哎，奇怪了，奇怪。好，这个跳题了。不过讲到两片，其实还有你是用一个比较喜剧的方式来呈现，什么？对，喜剧改风学的倾斜。对，其实就像我们的，其实看那个视觉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把它做得很明亮，而且我们很强调它其实是一个表演。因为其实像刚刚大家有听到，他们的故事非常的精彩，也非常的动人，很容易就会变得非常的哀伤。可是我们希望观众进来的时候，不要马上就觉得我要带着，因为大家可能知道贝狗故事，就觉得我要进来哭一场。我是要让你笑着笑着就哭了。对，就是对我来讲，这个反而是，所以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是会看到很多很多的秀，然后突然就来一个，怎么好像有点沉重的故事，一个措手不及，就发现他们人生其实经历了很多，然后观众也可以一起经历，说他们成为现在这个非常漂亮的样子之前，不管了，我手帕先准备好，我现在想要进去哭了。真的有可能手帕要准备好，假睫毛要粘好。真的，要不然看完之后，怎么睫毛在这里，在眼袋这里这样，那就很幽默。好，拍摄。我觉得我们没礼貌打断红雅，分钟给秀。对，演出的时间是10月17号到19号。17、18、19、8、5、6、8，对，8、5暗晡7點半，禮拜六有兩場，下晝2點半，然後7點半，19號該本也係下晝2點半。錯，地點就是在我們客家台北客家的非常棒的一個園區，客家音樂戲劇中心。哦耶，這裡很棒。對，客家駐地公演嗰邊。好，如何鎖票？在哪里得到资讯？可以上我们的 OpenTix，就打暗讲就可以看到了。对，也可以搜寻我们的剧团的粉专，也可以搜寻客家文化音乐戏剧中心跟那一个公园的粉专，也可以搜寻我的粉专。对，也可以搜寻贝狗的粉专。办法在问候。恭喜彩凤来非常嘅期待，因为看过动作客家嘅表演，唔是看过安勇嘅表演方式，所以大家係講真是有時間強下落去。看記得嘅表演，因為19號我還沒回去，因為我太期待了，當期待，我好期待看到吉娜跟貝狗的表演，是真的。不過講到倆咧哦，自行本大家咧，其實還係想多了解記得一些，所以我也會有準備到一道的題目，就是酒黑。不可以想太久，準備想太久，快問快答，快問快答哈，來提一提哦，如果能回到過去，黑工昨天轉到過去，跟以前的自己說一句話，我在感傷什麼？你會說什麼？你會講嗎？或者你很漂亮，你很美。過去嘅情，很棒的答案。對，因為我其實現在還不想延伸，因為黑工延伸，他以前一定覺得自己還不夠美。对，但那个不够美，就是来自于什么时候才愿意开始真的做自己。没关系，来，你一直很有力，在。你有没有发现他们两个回到过去对自己讲话，都是对自己的鼓励耶？你们有懂我的意思吗？都会对自己大概鼓励，为什么会要回到过去对自己告诉自己很好？一定是因为自己曾经经历一个好像觉得自己不够好的阶段，对不对？还有排谁，没关系，强攻。对，我会想跟自己说，你已经很棒了。一样，好，他是第一届台北戏剧奖的最佳编剧入围。那你还在那边？好，对不起。所以你看，你就知道，其实我们经历了多少。就是你知道要如何在这个自我探索的过程当中，还要重新来自我认识自己，然后再认同自己。来提敬谦、外貌、催发这3个的，如果你觉得顺序，你会最希望是什么摆在第一？金钱、外貌、才华。OK， 你先，你先。才华、金钱、外貌。先有催发，有钱。
外貌摆最好。还好，我好像我这辈子已经拥有了外貌。bagel。哦，我要讲真的，不要说谎我要讲真的哦，金钱、外貌、才华，很务实，对，肥容。我也是才华、金钱、外貌，外貌放最后，因为你已经有了。有才华就不需要外貌。对，可以躲在镜头后面写东西。好，很难接话的感觉。可以试试看，我们下辈子可以试试看没有外貌的感觉，因为这辈子已经有了。对啊，太亮眼了。很棒啊！等一下，我是有做在看一下节目，去上赶紧去甲做两位打嘴故事好嘞。其实我们是走凑到两边，我不用在这里啊，你们就自己聊天就好。不要谁，好好聊天，好好聊天。开一个笔记，你们也可以开一个 podcast 跟他一起的哦。我来找个来喊你听，黑公，你们如果可以选择体验某一个职业一天，你会想当什么？黑公，昨天现在某种该经验走行业，你们想会做嘛该经验？哦，你们会想红阳街吗？体验什么？啊？现在是谁？我吗？听呀嘛该职业哦，我想做一天一理解看看。好，什么？他想做，你不要这样子，他想做一天我。哦，这样一定不会很好受，所以这太浪费你的那一天了，太浪费那一天了。对，好，这答案我很难接，我就是从早到晚就很密集的在一个很高压的状态。对，来，bagel好，我想知道，我想要当那个公主 dancer。dancer，我说的是那种舞者，真的是来弟，我举例，譬如讲，在蔡依林旁边的那种呀，该种的舞者，就是很厉害的那种。对，你知道九令可以换答案吗？好，可以，请。我突然觉得我好想当一天阿妹哦，不知道会怎样。哦，那我就是要听这种答案，当一天阿妹，当一天舞者，是不是？好棒哦！其实也类似，我想当吉娜姐。哦，对，在 easy，她金曲奖那个表演我看了好多次。我想说，哪一天你应该是想要当他金曲奖那一天的他，对不对？都是。没有当一天他有一天他可能整天都在家里穿睡衣煮饭呢。那金曲奖那时候的他，那15分钟内，对，那15分钟，你看这很有趣耶。你看，原来你想要当一天 dancer， 对，因为我就是以前为什么不是当蔡依林自己？我不想我不想要当任何巨星。OK 啊，对，很好。对，因为我觉得巨星的压力都好大哦。我想要而已嘛。可是 dancer 压力很大哦。算了，我当好，大家不用那么认真。画家太认真了。对，刚才你因为啊也可以。我们就是3心而已。真的，水妹哈可不可以来各自表述一下？你觉得大家为什么一定要来看俩葱改染春？你会矮吗？都可以啊。你先好了。我知道因为俩扑克他在讲的事情，不单像个人生的故事表演，因为他真的刚刚有说到复合式，他是跨越很世代的，没有青岛嘅人嘅故事，也系讲中控就是可能大家不同的。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不同的人存在的样貌，然后在这个舞台上，他会揭露给大家看我们如何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但是重点是在这出剧里面要传达的是自我认同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我跟bagel来说，在这出剧里面，同时我们是表演者，我们也是一个在当中我们分享彼此的故事，然后汲取彼此的养分。这样子，那希望台下的观众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感受到这些事情。故事我们吃到时间某轻重，不过在俩底波度，它会浓缩很多的，也许台下的观众会有共感的事情，在你们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借由我们的演出，然后让你们也在中获得欢笑也好，或获得释放也好，或获得了解也好。太棒了，太长了哈！他做了这么完整的结论，那对啊，我想说我要讲，I'm sorry， 7秒一句就好了。如果你想要看，如果你想要找一个有客家身份的皇后，然后想要
你不要觉得说客家这东西就只有老派，然后无聊。我觉得你这一次可以重新定义什么是客家精神。耶！来分钟，真的就只有5秒了，来。简单来讲就是动难得，可以让2个对我来讲非常重要的客家创作者一起站在台上，所以欢迎大家一定要进来，这个机会真的是100年难得的。好，所以哦，看今年你节目所有嘅乡亲朋友记得咯，了上一个演出吼，听错有机会一定要来看表演。非常感谢三位到这片，希望做你夹夹来见面，好吗？好，干嘛的？什么理解？夹见面。好，所有嘅乡亲朋友，上下来聽你做認同了。เรา將大家來到福氣來呢嘅民俗慶祝，還有聽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還有เรา兩個影片慶祝分享出去俾大家哦。